七月你看过来，好吃的，你看。真的？你知道这是嘛吗？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坐着啊！我告诉你这是嘛啊？这是新出的一种水果，草莓味儿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尝一下来。怎么样？没有草莓味儿啊？嘛味儿的？没味儿。我不告诉你草莓味儿吗？那肯定是没有味儿啊。你有那么损？怎么的？你给我吃了吧这个！我跟你说，哪有草莓味儿？别给我动手！你别给我动手！别给我动手啊！杰哥，干嘛？走，带你溜去。我带你去溜喽。来，上我的宝马还是自行车？宝马。哎呦！什么呀？啊！这人整3年吃，哎，变个整什么说的？你有病啊你呀！你个还碰瓷儿啊？多大岁数还纹身，真是！哎呦我的，多大岁数了，磕碜不了，真的。你就烦透了，小叶啊，啊，不吃饭你又录啥呢？你给我拿个纸。拿壶可乐喝过来喝。事儿真多。你这可乐在哪儿买的？这可乐？哎，你可乐在哪儿买的啊？我可乐呢？喂，不一样的坏，不一样的爱，我是最好的小坏坏。你给我的票！你给我的票！你给我的！哎，前面的小姐姐，你的衣服穿反了。哎呦妈！你他妈瞎呀你！来来来，下车来。姐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手。新手咋的？你瞅你他妈长得跟他妈嘎子罐成精了似的，你他妈咋的想？你他妈骂谁呢？说他妈谁胖的？你是傻逼！我他妈打死你！你们还说我胖，我他妈能受了吗？妈妈，干杯！走。这是嘛玩意儿？这是嘛？妈妈，你拿这个再搞一下我爸爸。我怎么快出来了？我知道。哎呀，什么啊？好疼，什么啥？你哪敢住呢哈？出完事我就要去看回收了。你这就住不住嘛的？我不住，你这就住不住嘛？我不住啊。漂亮的娘娘，霸气的爷爷，你们不要吵架，好不好耶？收钱！现在你在这里，你看你的爷爷收多的吗？还是按我收的多的？
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爷爷陪伴我成长。我爱你，我的妈妈。